公伯哦，真是派个仙，下凡了临风天书念部诶。小姐嘞？太小姐哦，大早就出去了啊！你莫讲嘛，让我年纪的提起来啊。公伯，我中意，就算我身份偏唔上，还你中意。所以想真挺噶，那有冇个偏唔偏啊？听我讲，虽然你要还有6年啦，当到期，等你去隔天提早老唔介意哦，一下让包袱的说宽宽舒舒啊，好离个咧。我中意你中意佢，佢已經走啦，永遠唔會再來啦。林峰，我喺講嘛。8月到8四，按普头8点，请准时收看年度喜劇《年》。